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早起出日头，天气有较舒适、较烧热。不过明仔载拜一开始，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，未来一礼拜全台湾拢会寒。而且这天气变寒，嘛影响到关会意愿。目前全台湾库存量是平均冻不到7礼拜。北部地区出日头，真侪民众规家也是带囡仔到公园来运动，享受放假好天气。不过，伫台湾北部有一个低气压正伫形成，所以讲对初五下晡开始，各地云量甲落雨的机会拢会提悬，尤其到初六要一波大陆冷气团的南下。那这波大陆冷气团影响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，可能一直到这个下一个周末，也就是说从礼拜一开始，可能会一直影响到礼拜六，甚至是礼拜天这个时间点。初六开始，全台气温的下降，未来一礼拜拢会是偏寒的天气。北部地区低温是13、14度，中南部透早低温也降到15度左右，部分地区的低温可能会伫10度以下。初7、初8是大冷，初9到11因为水汽增加，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湿寒有落雨可能。也因为连续几若波冷气团报道，全台废库存量是真无够。最近天气比较冷，还有感冒的民众比较多，所以会影响捐血的意愿。过年前后其实是血库最缺血的时候。北中南个血型拢是黄色的灯号，国内整体血液库存平均是6点1公，尤其台北特别欠 O 型加 A 型的血，更加需要民众来捐血。经过看到有在捐血就来了，这样还蛮健康的啊，固定捐血还蛮对身体也蛮好的。早起北部地区的捐血车有不少民众主动来捐血，虽然是24节气内底小寒，也毋过大家也是真热情，希望趁过年进前为国内血库储备一份的心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